新采取的脚是吗？啊？什么采取的脚？外地来的，外地来的。哦。刚才在这儿聊天。出去走马错的，吐脚好，开始喽！吐脚，哎呀，好一个吐脚，哎呦，吐脚，说的四川话好难听啊！我操。
人家没时间跳舞哟，没时间吃火哟，我要。我在跳吗？我一看他说呀，因为你也不是在跳吗？搞得我的博士发了，现在是发一个亲一个，里面的夏天都还没发完。哎呦，有多多这6月份到现在谁都在，其他全部你弄几个账号噻？啊，弄几个账号，弄个 JP。我有些发小号。你就发个那个嘛，甘子做的、鸭爸做的，然后成都的，公开注册，公开注册。你分地区区嘛，鸭爸州弄个账号，然后甘肃弄个账号，成都弄个账号。全我小号报。都在跳，周边还有2、3个都在跳，小西西也在跳，少南错灯子也在跳。这个错母欧修。然后买作品可以小号的洗得出来。建个号，直接把素材全网里头灌。解放原选题行动，解放素材，直接把抖音上直接发噻。素材。然后那个，我以前他们是签过的。1万多个都没得随便装，1万多个都可以随便装，像那些地方政府那些新闻那些融媒体中心，有几万个都有。有弄传单传，这个你不直播啊？能知道，能知道，我也弄，我也是那个单传的嘞。再不会到借，好的借了一个。抖音借了一个。
啥都会跳动嘛，你都去看了嘛。然后要跳到新疆那蒙古的哦。小七七在跳。怎么没电了？来，小开心的小，小开心。哦，这是那个是的嘞。没有啊，一直都有啊。哎。这10多5点的。这边我没跳成，这边没跳成。我来的时候直接到了我妈去，这边已经完了。哦。我来的时候这边刚刚完，我就直接到。这9点正好结束，今天人有点少。人少啊。然后我看到都已经9点。的哥哥，就罗马那个情况，结婚，去整我们那个。好多人去，花钱。去了几个吧？去了几个？在成都啊。那个杆子上。妈妈来了。
就这个嘛，然后这个只是片段，他后面不会的嘛，他后面他自己说了不会的，然后我也打字打到上面不会的，然后也是200多万而已，200多万，就这一个我看2月份拍的，然后3月份什么时候发的？2月份发的，没有那配置，昨天晚上就去拍了，当天晚上发了，他本来就有流量，他流量挺高的，为啥？他就有流量，他没有流量。拍到我写了一晚上，我的手机开，我看吧，你看吧，就这样的。